好多人以為只要一腳踏入豪門，就等於買咗張人生嘅超級 VIP 通行證，從此平步青雲，榮華富貴嘆唔完。但係如果呢個豪門係身家數以千億計嘅澳門賭王家族，呢張通行證隨時係一張極度燙手嘅生死狀。賭王一生風流倜儻，4房太太幫佢生咗17個仔女，當中最受人矚目嘅，除咗爭產風暴，就係佢嗰班千金小姐嘅婚姻。今日我哋就嚟剝開呢層金碧輝煌嘅糖衣，睇下賭王家族入面嗰7個身份地位截然不同嘅女婿，究竟經歷咗啲乜嘢？佢哋7個人7種命，有人以為自己係乘龍快婿，結果因為亂搞空姐，直接俾人一腳踢出豪門，連渣都冇得剩。有人明明係頂級大隻佬，偏偏命運作弄，3次行過鬼門關，大動脈撕裂，到依家都仲係要臥床休養。豪門女婿呢碗飯真係咁易食？我哋先將時間推返去上世紀嘅70年代，1970年，賭王大房長女何超英下嫁俾香港殯儀業大王蕭明嘅阿仔蕭百成。呢場聯姻可以話係當年香港上流社會嘅超級盛事。當年嘅何超英生得極之靚女，氣質高貴，絕對係名媛圈入面嘅天花板。而蕭百成亦都係生得高大靚仔，兩家人加埋一齊，簡直就係完美嘅政商聯姻。當年佢哋喺香港擺酒，筵開200圍，連續擺咗2晚，轟動全城。但係呢種表面上嘅門當戶對，往往就係悲劇嘅開始。蕭百成雖然出身大富大貴，但骨子裏就係一個典型嘅花花公子，佢根本就收唔埋自己嗰種風流成性嘅性格。何超英原本滿心歡喜，以為可以有段好姻緣，點知結咗婚之後，先發現老公身邊啲狂蜂浪蝶從來都冇停過。蕭百成成日流連花叢，對屋企不聞不問，兩個人嘅感情好快就出現咗裂痕。去到1981年，何超英終於忍無可忍，決定同蕭百成離婚，帶住個女去咗外國流浪。最慘嘅係同一年，超英最錫嘅細佬何猷光喺葡萄牙因為車禍意外身亡，雙重打擊之下，令到何超英精神崩潰，後半生過得極之淒涼。而呢位賭王嘅第一代女婿蕭百成，雖然離咗婚，但係佢嘅晚年亦都唔算好過。去到2011年，佢因為病重過身，終年62歲。呢段由金錢堆砌出嚟嘅婚姻，最終換嚟嘅只係兩家人嘅唏噓。睇完大房長女嘅悲劇，我哋再睇下大房嘅次女何超賢。何超賢睇到家姐嘅婚姻失敗，佢徹底睇透咗豪門聯姻嘅殘酷，所以佢決定遠走高飛，去美國讀書同生活，仲做咗個雕塑家。佢揀老公嘅標準完全顛覆咗賭王嘅期望，佢冇揀非富則貴嘅公子哥兒，反而嫁咗俾一個來自丹麥嘅平民藝術家，叫做平哥，英文名 Peter。呢位 Peter 冇顯赫嘅家底，冇驚人嘅財富，佢只係一個熱愛藝術、中意自由嘅普通外國男人。賭王一開始對呢個平民女婿梗係唔滿意，但係何超賢性格硬頸，死都要嫁。結果呢位丹麥女婿反而成為咗大房入面婚姻最穩定嘅一個。佢哋兩公婆喺美國過住平淡嘅日子，甚至好少返香港參與家族事務。不過平淡唔代表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去到賭王晚年，家族爆發爭產大戰，何超賢同 Peter 亦都無可避免咁捲入咗呢場漩渦。Peter 雖然唔識講流利嘅廣東話，但佢一直喺背後默默支持老婆去爭取大房應得嘅權益。呢位外籍女婿嘅命運話就話係最遠離權力中心，但其實佢用咗另一種方式陪住老婆喺豪門嘅邊緣生存落嚟。起碼佢哋嘅婚姻冇被金錢腐蝕，算係執返劑好籌。時間嚟到1991年，二房長女何超瓊嘅婚禮可以話係將豪門聯姻推向咗一個前無古人嘅巔峰。何超瓊當年嫁俾船王個孫許晉亨，呢場世紀婚禮絕對係香港開埠以嚟最誇張、最奢華嘅一場大龍鳳。當年何超瓊只係29歲，正值顏值同才華嘅巔峰。佢著住嗰套由外國名師設計、價值過百萬嘅婚紗，下擺長到要幾個人拖住，真係好似一個女王出巡咁。
婚宴連續擺咗3日3夜，花費超過2000萬，賭王仲俾咗10億做嫁妝。但係全香港人都知，何超瓊心入面嗰個其實係已經過身嘅歌手陳百強。許晉亨呢個女婿只係賭王眼中最符合家族利益嘅人選。許晉亨係典型嘅二世祖，每日淨係識得嘆世界、玩遊艇、飲靚酒，仲要同娛樂圈啲女星糾纏不清。何超瓊係一個事業心極強嘅女強人，佢要嘅係一個可以同佢並肩作戰嘅男人，而唔係一個淨係識得靠父蔭嘅公子。兩個人結咗婚之後，根本就係貌合神離，好快就分房瞓，各自各精彩。去到2000年，何超瓊單方面宣布同許晉亨分居，結束咗呢段名存實亡嘅婚姻。許晉亨做咗賭王女婿9年，雖然冇受過咩大苦，但佢喺何超瓊面前永遠都抬唔起頭，完全冇地位可言。後來許晉亨娶咗李嘉欣，過住佢嘅風流快活日子，而何超瓊就成為咗賭王嘅接班人，身家幾百億。呢個女婿嘅命運就係由頭到尾都被人當做一隻華麗嘅棋子，用完就丟。跟住落嚟要講嘅呢位女婿就真係自己攞嚟衰，完美示範咗咩叫做唔識死。二房次女何超鳳喺1993年嫁俾大馬主何壽康個仔何志堅。何志堅同許晉亨唔同，佢算係有啲事業心，婚後仲入咗賭王嘅公司幫手，做過唔少高層職位。表面睇落，何超鳳同何志堅係一對好恩愛嘅模範夫妻，生咗2個女，一齊出席大大小小嘅社交場合，俾人嘅感覺係非常之踏實。何志堅做咗賭王女婿20幾年，原本可以話係穩坐釣魚船，只要佢安分守己，下半世絕對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係男人有錢有權就身痕，呢句說話真係冇講錯。大約喺2016年，坊間突然爆出何超鳳同何志堅已經秘密離婚嘅消息。一開始大家都唔信，以為只係普通嘅八卦新聞，但後來越爆越多料，原來係何志堅衰貪心，喺外面偷食，仲要係亂搞空姐，甚至有傳聞話佢同啲不知名嘅女明星有路。呢單嘢一出，直接觸動咗賭王家族嘅底線。你諗下，何超鳳係賭王最信任嘅得力助手之一，掌控住家族嘅核心生意。你一個做女婿嘅，居然敢喺太歲頭上動土，俾綠帽何超鳳戴，結果可想而知。何志堅被毫不留情咁一腳踢出豪門，佢唔單止冇咗老婆，仲要即刻退出所有何家嘅生意同職務，連喺商界嘅地位都一落千丈。由一個萬人景仰嘅賭王外婿，一夜之間變做千夫所指嘅過街老鼠。呢種命運真係怪唔得人，要怪就怪佢自己管唔住下半身，以為豪門啲飯真係可以白食。如果話前面嗰幾個女婿嘅命運都係因為金錢同權力，咁接下來呢一位就真係一場同死神搏鬥嘅血淚史。二房細女何超儀性格出名反叛，唔理家族生意，一早入咗娛樂圈做歌手同演員。佢揀老公一樣係完全憑感覺。2003年，何超儀喺澳洲下嫁俾演員陳子聰。陳子聰後生嗰陣真係高大威猛，留住長頭髮，成個木村拓哉咁款。做模特兒出身，一身肌肉。結婚初期，賭王對呢個女婿都係半信半疑，仲喺婚禮上公開警告陳子聰要3從4德。為咗令老婆有安全感，陳子聰婚後竟然刻意放縱自己，由一個爆肌型男食到變成一個體重超過200磅嘅肥佬。點知呢種為愛犧牲嘅舉動，為佢嘅健康埋下咗極大嘅隱患。去到2016年，陳子聰因為肝腸病入院，瘦到得返棚骨，好彩執返條命。大家以為雨過天青，錯啦。去到2022年10月，陳子聰喺澳洲探親嗰陣，突然間大動脈撕裂，情況危殆到極點。醫生話佢當時肚入面全部都係血，器官都洗壞晒，連腳趾都變埋紫色，分分鐘要截肢。佢喺深切治療部昏迷咗超過3個星期，前後做咗3次超大型嘅手術，每一次推入去手術室，醫生都同何超儀講定，隨時準備辦後事。可以話陳子聰係硬生生咁3次行過鬼門關。
好彩何超儀真係一個有情有義嘅老婆，佢放低晒所有工作，日日夜夜守喺病床邊，請最頂級嘅醫療團隊，花咗幾千萬醫藥費，夾硬將個老公喺死神手上搶翻嚟。到依家，雖然陳子聰保住條命，但身體已經大不如前，大部分時間都要臥床休養，仲要做長期嘅物理治療，行步路都要人扶。呢個豪門女婿雖然冇被豪門踢出局，反而得到老婆嘅至死不渝，但係佢賠上嘅係一世嘅健康。呢種命運睇見都令人心酸。睇完生離死別，我哋轉個氣氛，睇客四房嘅乘龍快婿。賭王四太梁安琪出名作風高調，對仔女嘅要求亦都極之嚴格。四房長女何超瑩喺經歷咗幾段唔算順利嘅感情之後，喺2019年突然爆出雙喜臨門，宣布同細過自己7歲嘅哈佛大學學霸辛奇龍訂婚。辛奇龍當年只得21歲，仲讀緊大學，但佢嘅背景絕對唔惹少。佢來自哈爾濱一個富裕家庭，從小就係超級天才，代表國家參加過各種大型比賽，順利考入哈佛。對於四太嚟講，呢個女婿簡直就係完美嘅基因改造工程。賭王家族最中意就係高學歷嘅人才，辛奇龍嘅出現正好滿足咗四太要威俾全家人睇嘅心態。當年過大禮嗰陣，場面誇張到極點，金台多到要用繩串起嚟掛喺頸度，成堆金銀珠寶堆到好似一座小山咁，震驚成個網絡。不過做天才女婿絕對唔容易，辛奇龍年紀輕輕就要面對全香港傳媒嘅目光，加上何家內部關係錯綜複雜，佢要點樣喺呢個龐大嘅家族入面自處，絕對係一門高深嘅學問。外界一直有聲音話佢係入贅何家，但係辛奇龍好聰明，佢行事極之低調，繼續完成佢嘅學業，盡量避開鏡頭。佢嘅命運就係被寄予厚望嘅超級潛力股。雖然依家仲後生，但未來四房嘅商業帝國入面，肯定有佢一席之地。最後一位就係三房千金何超蓮嘅老公，內地男明星竇驍。何超蓮一直被外界封為全城最索千金。佢同竇驍嘅戀情由一開始就備受關注。竇驍喺內地娛樂圈本來發展得唔錯，拍過唔少男主角，但自從同何超蓮拍拖之後，佢嘅工作量明顯減少咗好多。好多人都笑佢係為咗做豪門女婿而放棄事業。去到2023年，佢哋喺容里島舉行咗一場極之浪漫、極之奢華嘅海島婚禮，花費過千萬。竇驍對何超蓮可以話係百依百順，貼心到加01，但係做賭王女婿嘅壓力邊有咁簡單？外界成日將佢同其他豪門女婿比較，甚至有網民酸溜溜咁話佢成功嫁入豪門。不過竇驍心態好好，佢情願放低身段，全心全意做何超蓮背後嘅男人。佢嘅命運就係喺愛情同尊嚴之間攞個平衡。既然揀咗呢條路，就要頂得住外人嘅閒言閒語。起碼到目前為止，佢哋兩公婆每次出現都係糖黐豆咁，算係7個女婿入面最享受到愛情甜蜜嘅一位。回顧翻呢7位豪門女婿，其實我哋可以睇到一幅非常之宏大嘅豪門興衰史。由上世紀70年代嘅盲婚啞嫁，到90年代嘅世紀商業聯姻，再到千禧年後尋找真愛，甚至係近幾年嘅學霸與明星嘅結合，我哋可以清晰咁睇到，隨住時代嘅變遷，豪門千金揀老公嘅標準都發生緊翻天覆地嘅變化。以前係要門當戶對、父母之命，依家係要真心相愛、情緒價值。但係無論時代點變，豪門呢個圈子規矩始終如一。有錢有權固然可以呼風喚雨，但如果你以為有咗個豪門女婿嘅光環就可以胡作非為，結果只會係身敗名裂，被毫不留情咁掃地出門。相反，雖然有啲人行過鬼門關，半條命都冇咗，但用真心換嚟老婆嘅不離不棄，呢種得着絕對唔係用幾多億身家可以衡量嘅。至於新一代嘅學霸同明星女婿，佢哋嘅豪門之路先至啱啱開始，未來仲有大把挑戰。每個人嘅命運都掌握喺自己手入面，無論係平民定係富豪，真誠同埋安分守己，永遠都係最實用嘅生存法則。